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10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40节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基督。上个主日信息的当中，牧师以基督是主为题来与大家分享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全生命的主，是我们做决定的主。但是在生命中，我们却无法活出这样的见证，因为我们还是习惯为我们自己做决定。就如同约拿虽然是上帝的仆人，却完全不理会上帝的呼召与旨意，他为自己做决定，走自己的路。他们与上帝背道而驰。我们是否记得他是先知，上帝的仆人，但却不以上帝为主？我们的生命是否经常如同约拿一样，在表面上我们像是上帝的仆人，但内心里实际上我们却是自己的主人？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必须谨守安息日与安息年。在圣经的记载说，在6年中，你要耕种田地，收据产物；但在第7年，你要让土地歇息，不可收割土地所出的产物，让农人吃那些产物，把剩下的给野兽吃。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是的照样办理。要工作6天，第7天不可工作。你的奴隶和替你做工的外侨，甚至你的牲畜，都能够休息。我上主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你们要一一谨守。不可向其他的神明祷告，连他们的名都不可提。上帝命令要让土地安息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政府要求农地要休耕一样，要让穷人享受留下来的产物，要让野兽来食用，并且让葡萄园以及橄榄园收成留下部分给农人捡食，给穷人来捡食。因为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也是外邦人的上帝。上帝是富人的上帝，也是穷人的上帝。上帝呼召富有的人选民成为他爱世人的仆人以及工具。人必须怎么做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呢？成为顺服上帝旨意的忠心服侍者呢？约翰福音第7章第40节到44节这样说道：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他们看不起加利利出生的耶稣。圣经说，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听见了这话，就说，这人确实是那位先知。也有人说他是基督，另有人说，基督怎么会来自加利利呢？因为圣经记载着，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要降生在大卫的本乡伯利恒。
于是群众为了耶稣就引起了纷争，有些人想要逮捕他，但却没有人下手。以色列人当中引起的纷争，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身世有不同的认知及看法。耶稣基督是谁？是人子，是小小伯利恒出生的人，是拿撒勒人，加利利人。耶稣基督问门徒们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又问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这样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约翰这样记载着说：“警卫们回去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他们问警卫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来呢？警卫们回答：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的。法利赛人，你们也受他愚弄吗？这是法利赛人说的。难道我们的领袖或是法利赛人中间信他的吗？这些不明白摩西法律的暴民是该受咒诅的。他们当中有尼哥底母，他从前去见过耶稣。他警告他们：我们的法律容许在没有听口供和查明真相之前定人的罪吗？他们说：难道你也是加利利人吗？去查考圣经就知道，加利利是不会出先知的。虽然他是人子，他是加利利人，但是他却是伯利恒出生的，而且负责抓耶稣基督的警卫却告诉他们说，没有人说话像他一样。而尼哥底母则主张必须要先查明。那事实上，见过耶稣的尼哥底母强烈的提出不可随意给人定罪的主张。其实是因为他相信知道耶稣就是基督。可是这犹太领袖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。但无论犹太领袖们是否接受耶稣是基督，这是不变的一个真理。诗篇19篇，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日日述说，夜夜传播，无言无语，无音无响。然而他们的音讯传遍人间，他们的言语达到天涯。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像新郎走向洞房，像勇士欢欣奔路。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，绕到天的那一边。他的热量普及万物。上主的法律完备，使人的生命更新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使愚蠢人得智慧。上主的法则公正，使顺从的人喜乐。上主的训诲透彻，使人的心眼明亮。上主的规范纯真，永远留存。上主的判断准确，始终公道。他们比金子可贵，胜过最精纯的金子。他们比蜂蜜甘甜，胜过最纯净的蜂蜜。
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，仆人谨守，获益无穷。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？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，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，不容许罪恶支配我，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，免犯悖逆的重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者啊，愿我的言语，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。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我们永生生命的源头，是永流不息的活泉，是永不再饥渴的生命之粮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